根據星期一公佈嘅紐約移民收容所犯罪數據，2023年1月至2024年10月期間，共有3219名居住喺市政府運營庇護所嘅非法移民，因各類罪行被捕，共發生咗1049宗嘅犯罪，其中518宗涉及謀殺、強姦、搶劫等7大重罪。此外，庇護所周邊1000尺範圍內發生咗超過1.6萬宗犯罪，其中超過1.1萬宗為重罪。不過，市政府指出，呢一啲數據並未明確顯示犯罪者係咪均為非法移民。斯塔吞島共和黨眾議員 Nicole Malliotakis 批評紐約市納稅人為呢一啲庇護所同埋豪華酒店嘅運營支付咗幾十億元，但係卻面臨犯罪率上升同生活質量下降嘅問題。紐約市長辦公室發言人回應話，市政府喺聯邦支持有限嘅情況下，承擔咗大部分壓力，並且喺此期間確保咗冇家庭流落街頭，且全市犯罪率持續下降。天下衛視記者編輯報道。